画面当中这充满特色的日文语作品，拢是谢秀华老师甲伊5位的学生运用花叶隐隐染所制作的作品。花叶隐隐染是对澳洲发起的日文语结合无同的技法的创作。谢秀华老师所创办的西尔坊手作艺术，长期投入安尼的创作过程当中，也将危害台湾生态的植物蓖麻当作是创作的一部分，将这植物转化成为艺术的一部分。这届伫五园所举办的联展，展出将近300件的作品，也拢是运用无同的植物所创作的。我们喜儿坊手作艺术呢，就是秉持着友善环境的理念，然后我们就是在田野之中采集很多危害大自然的一些植物，就是外来种为主。前年开始，我们就是有这个蓖麻叶，还有大花咸丰草。那蓖麻叶呢，它几乎在我们一般的河川、曾文溪，你可以看到它的沿岸有很多的蓖麻，它几乎掩盖了其他本土植物的生长。所以在这次的展览里面呢，大家可以看得到蓖麻叶它透过花叶一印转生另外一个层次，它可以运用在皮革、棉布，或者是说羊毛，或者是说蚕丝上的创作。花叶隐隐染甲常常看到的超染是完全无同的创作方式。花叶隐隐染需要事先将想要印的花甲叶仔放伫布顶面，并透过煮甲吹的方式将涂药甲色水印起来。一般敲染的话，它可能就是把植物放在布上面，然后透过敲击产生颜色。那我们花叶一印染的话，它本身的话就是说，我们是把花叶植物采来之后铺在布上面，然后透过把它卷起来之后绑上绳子，然后再放进蒸锅里面去蒸或者是去煮，然后产生让植物的色素形跟色一印在织品上面。这个隐隐染上大的特色之一，就是每一届的创作拢是全新的体验，会因为植物生长的状况、季节甲环境各种的因素，造成每一届印出来的色水拢是完全无同的。基本上同一棵树，它每一片叶子，就算即使是同一棵树摘取的叶子，每一片叶子它显色都会不同。或者是说，我们在同样的品种，同样是桉叶，可是你到这一区采的跟这一区采的，它可能显现也不一样。还有季节，开花前跟开花之后，它显色也会有不同的表现。喜爱这种花叶隐隐染的民众，除了会使收藏老师因的作品，嘛会使报名参加因所规划的课程。老师会针对无同的季节准备各种的植物，甚至嘛会使亲自到山顶挽家己喜爱的植物回来创作。想要了解详细资料的民众，嘛会使到因的粉丝团来查询。但新闻广播采访不得。